安乐死合法化不时有人伫咧讨论，立法院时代力量党团今举行记者会，邀请医生、心理师分析临床处理的经验，希望会达有社会共识，推动立法来保障病友的性命自主权。手提写保障生命自主权等等的标语，呼吁民众重视安乐死的议题。因为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的社会，安怎有尊严行人生上尾这段路，是大家拢有可能会拄到的问题。因为安乐死合法化有关生命权，也有道德甲医疗风险等等的问题。不过目前的法规也无法度让民众有自主决定死亡的权利。在美国加州都有相关的一个机制，好可以防治说变成另类的重症自杀，而是说符合客观的情况之下那是有实际的安乐死的需求。如果不合法化，社会一段时间就会看到的慈悲杀人、先生杀太太、太太杀先生、爸爸杀女儿、巴拉巴拉巴等等的跳楼、卧轨。我们希望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社会不断的发生。为了让每期的患者有生命尊严的权利，时代力量党团25举行记者会，邀请医师甲心理师分析临床处理的经验，希望社会会当有共识。安乐死是提供人的一个选项，那它是自主的。那从欧美他们的经验里面来。能真正会需要用到安乐死的，也真的是少数。也的确知道是有许多人对于安乐死合法化有着许多的担忧和不同的意见，包括像是安乐死是否违背了医生的责任。时代力量强调讲，未来会举行座谈，收集专家、学者等等各方的意见，希望会当在这个新的会期提出相关的法案，嘛呼吁朝野支持，启动相关立法甲修法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